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初9公司第2台下晡新闻，我是苏眉。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台股开盘大落2070点，落尾收盘32110点，落1489块，台积电落80块。和美军邦士的伊朗省领袖哈米尼因的后生穆吉塔巴接任新领袖，风声伊的行事作风是比因老爸更较硬。两船冷气团小煞来天气反冷，台风以北东半部较高落雨，就要到拜六才会较小落。中东的战争影响石油的继续大起，连带嘛去冲击到亚洲的股市，日股是大落超过7%，韩股暂停交易20分钟。也若是咱台股今仔日开盘嘛，大落2070点，台积电上济落120块，落尾收盘是32110点，落1489块，台积电是1810块，落80块。初九亚洲股市大落，原因是美国伊朗的冲突，致使国际油价起价，一桶超过100块的美金。日本股市捌落超过7%，韩国股市捌落甲触发熔断，暂停交易。台股开盘嘛同款是落，一个开盘就大落2071点，这是去年4月关税战以来，盘中历史上第2落上济。接下来很可能会造成这个对经济的冲击，另外，物价的暴涨也是这个市场会担心的事情。台股大落超过2002点，也若股市的重灾区，包括宽达股、台积电落破1800块，捌落120块；高鸿信华捌落到8835块，一支股票了差不多87万。在规片拢落的情形之下，敢若有货柜三雄，甲油气股有起，台塑化捌起定。国安基金操盘手财政部处长黄千华表示，台股甲日本、韩国来比 ，AI 的基本面也是真好。这样的一个走势，我认为可能再反映个1-2天，但是指数的一个下档，我们可以观察季线的位置哈，指数下档位置季线大概是在31000点左右。今天早上的时候最低大概跌到这个接近这个季线的位置，通常季线不会一次性跌破。初九金融市场股汇相杀，新台票换美金以31.72块开出，捌大落要2角。因为中东的战事冲击全球油气的供应，经济部长龚明鑫紧急对外说明，天然气会继续来供应，这2个月会调度22个船帮，到4月份为止拢会正常来供应，嘛袂欠电。民生用气来讲，只占我们的这个整个用气的量大概不到5%了，所以绝对不可能的有发生那种的情况。那所以就是说因为3月份、4月份看起来我们应该可以调度，这个没有问题。考虑国际油价大起，龚明鑫表示，会在中油会当承担的范围来吸收甲稳定物价。虽然油价敢会阁起，也要逐礼拜来评估。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关心天气，这礼拜是有2船大陆冷气团要来，今仔日头一船已经到地啊。天气反冷，桃园以北东半部会较高落雨。也若拜三水气减少，不过加长工就阁有一船大陆冷气团要来，要到拜六才会较小落。这几天北部落雨，天气够冷。气象署指出，8月大陆冷气团落南北部、东北部反冷，加上华南分河区刷对东边来，所以桃园以北东半部较高落雨，中南部山区嘛会落一寡。到拜三雨水就会减少。不过拜四虽阁有一阵大陆冷气团落南，时到桃园以北甲东半部都会阁落雨咯。到明天左右呢，在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也可能会有一些降雪出现的情形。前往山区活动的朋友要多加留意天气上面的变化。波的冷空气接着在周四就会再度南下，这一波所带来的降水主要以迎风面地区为主，西半部大致上面还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气温的部分，因为这礼拜受到2阵大陆冷气团的影响，气象署表示，按8月开始，北台湾的高温拢未超过20度，然后到拜四开始，因为辐射冷却加上大陆冷气团的影响，北部甲东北部会较寒，其他的所在是早暗较冷，就要到拜六才会变较烧热。整体来说是一个比较偏向辐射冷却，也有一些造成低温的状况。那可以看到中部、南部其他各地的气温也都是在这一段期间是比较偏低的。那预计呢，在中部以北以及东北部的低温可以来到14度上下，其他各地大约在16、17度左右，感受比较偏凉偏冷。那后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周4到周6的清晨这段期间，各地早晚的气温也都是较为的偏低。
气象署表示，这礼拜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亲像较空旷所在，也是外山区，都有可能会降到剩10度左右，日夜温差大。气象署嘛提醒民众都要穿雨袖。记者卢尚珠、谢桂林台北报道。桃园观音台61线快速道路943.7公里，今日透早是发生连环车祸，加共造成4个人送病院，其中是2个当场就无喘气甲心跳。因为这车祸封路处理嘛，造成大塞车。9点47已经处理好势，恢复通车。车壳线甲龟头壳路面嘛拢是烂土。这个车祸是伫车九透早5点59分发生的，观音区第61快速道路上北43.7公里路段，造成后壁规个大塞车，拢总4个人送病院，其中吉普车甲发财车2个驾驶当场无喘气。到达现场为1辆异引车、1辆小货车及2辆自小客车交通事故，有2位民众欧卡以及2位受伤，分别送往部立桃园医院、新屋分院、联心医院以及林口长庚医院救治。初步了解是吉普车还有发财车先烧弄停伫咧路中，后壁载头的拖车侧倒边要闪过，虽望无弄到，不过车身起一边，后壁的土压伫土骹，煞尾后壁搁一只拖车，因为路里全拢是土，又搁弄起哩，后壁一只黑色的轿车嘛同款弄起哩。事故共计4台车辆发生碰撞，4人受伤送医，详细肇事原因待后续调查厘清。警方表示，第一时间先甲上北的车道封闭，进行救护甲处理。事故现场9点47分就处理煞，全面恢复通车。详细事故原因要搁等待进一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市早起是有火烧车意外，一只停伫咧路边的轿车，车主就车发动就随爆炸导火冲烟，加在这车主人是无性命危险。车主的阿嬷是讲，昨因孙甲朋友去烘肉，车顶有放一支瓦斯桶，敢是这个瓦斯桶造成火烧车的，要搁等消防队调查。这个全拿出来啊，全部这个装，哎呦，啊，这个有瓦斯。厝边隔壁听到爆炸声，拢走出来看，规台乌车已经呛烟，搁导火。因为屏东市庄明志家车路无大条，双边拢是徛架，民众听讲车顶有放瓦斯桶，除了拜托消防队进来救火，大家赶烟筒啊滴水，护士讲救力先来到拍火。哎呦！我听到嘣一声，我就拍119啊，我拍，伊即摆搁冒白烟哦，我足危险啊！即摆冒黑烟吼，下念伊就发火啊，安尼啦，啊赶紧来安尼啦，啊伊一开门就跳走了。附近民众讲，早起车主要驶车出门，一上车发车就随爆炸呛烟，加载人骨走出来。消防队赶到现场，就赶紧先把车顶的瓦斯桶散出来，避免意外扩大。根据了解，车主今年22岁，是职业军人。因为家属讲，车顶迄桶瓦斯是因昨去烘肉用的，唔知是毋是因为关无安漏气才会爆炸。对此，消防队表示，佫需要等待进一步的调查。现场有1名伤者，男性22岁，清醒，脸部及肢体。有烧烫伤，然后后续由火调人员以及检警调查处理。受伤的车主无性命危险，不过烧烫伤有较严重，已经转去高雄治疗。这台火烧的轿车虽然火已经拍花，不过因为是油电车，也阁一直咧呛烟。消防队也继续钻水降温，避免电池的温度升高阁烧起来。记者郭明在客家族区朝向屏东场报道。另外一件火灾消息是伫咧台中北屯一间金纸店。昨晚阿嬷就火烧，不过因为这厝内是顶真侪金纸，也阁有物件，火势炭烧去隔壁2户的楼尾顶，较加在是无人员伤亡。附近的民众怀疑讲是这绕境的队伍放冲天炮所引起的。公标主委是讲，若确实是因引起的，就会负责赔偿。这火是烧到正猛，消防人员出动分推车对悬的所在开始拍火。台中市北屯一栋徛架，伫咧车背下晡5点外开始就火烧。这是一间3层楼的透天厝，楼尾顶大铁档，1楼是金纸店。火灾迄当时无营业，附近的民众讲有庙会队伍经过放冲天炮引起的。就是庙会，然后他们有放那个烟火，冲天炮那个，然后就出来就烧起来了。烧起来。对啊，冲天炮飞到人家那个里面去，对不对？你们有看到？我们在对面看到。火伫差不多暗时7点拍花，无人受伤受困，因为这徛架内底有足侪金纸甲物件，佮烧到隔壁2栋的楼尾顶，总共烧80黑白。存放了很多的金子、银子，而且它又是用高架的层板堆积。那因为顶楼是铁皮加盖，那火势有稍微延烧到
隔壁的顶楼，整个燃烧的面积加起来是差不多80平方公尺。详细导火原因，爱搁调查，找到转来到这个现场金纸店门口，搁救封锁线内底乱吵吵，伫咧外地处处赶转来，讲也考虑向庙方来求偿。全部都烧掉了。大概损失多少？哦，足多的，我唔知嘛，我无得估计啊。哎呀，不方便说什么，就是他们绕境所以引起的。但是火灾真正出来了吼，当然啦，该拿唔对的，咱那平常安尼啊，系啊。即间伫北屯的公庙铁门拖落来，主委强调讲爱等待火灾调查鉴定报告。那责任伫咧庙方的负起赔偿责任。记者综合报道。世界棒球经典赛，全台湾的球迷拢在关注。咱今日当晋级，就爱看 AM 韩国对澳洲的比赛结果。真侪球迷是亲身飞去日本看比赛，行政院长杜英台初7嘛有去看咱对捷克迄战。不过这包机到底是开伊家己的钱，也是人民的钱，就引起在野党质疑。另外，在日本的媒体是报道讲，中国有打电话呼应日本驻中的大使，抗议杜英台去日本。专家就分析讲，这是中国咧打压咱的柔性外交。台湾的选手拍拼咧拼 WBC 经典赛晋级，各方拢甲因加油。行政院长杜英台初7去日本东京巨蛋的球场，看台湾甲捷克对战。那在野质疑公器私用，因为1972年台湾日本断交了后，头一届有现任的行政院长去日本。日本媒体报道，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初7暗打电话予日本驻中国大使金山宪治抗议。现在日本讲这是私人的行程，无立场评论。这是一个假日、休假日，自费，而且是私人的活动。咱国外交部回应讲，有关行政院长私人的行程无评论。民进党立委认为杜英台去日本是重大的外交突破，不过国民党立委却搁一概质疑，包机的小单是家己拿，还是用百姓的钱？行政院爱讲好清楚。从桃园机场特地飞到，还是移到松止部，然后早上6点半等你登机，然后晚上特地又飞回来。那这算是包机吧？那我们想知道，就是说，那私人行程的钱是谁付的？除非你发现哪里不合理，来谈这个议题啊，才有一点意义啊。这个对于整个台日关系，我相信国人同胞一定感受到第一个，哎呦，突破了。郑水雄认为讲，无论行政院长是正式官方拜访，也是私人的行程，民众上先感受到的一定是外交突破。也拿北京甲日本抗议的代志，嘛强调讲这是意料之中的代志。高市同意之下，但是双方怎么用这种私人行程去加油的方式来做一个不刺激中国的一个处理，我觉得这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合理，也是一个非常现实一种做法。西班苗夫分析，杜英台用看棒球的形式去日本，这是真典型的柔性外交。不过只要台湾向外来突破，中国就会持续打压，呼吁朝野爱共同支持台湾分跨国际空间的拍拼。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北京目前两会是正在举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搁再引用日前的文章，讲中咱台湾是因的，咱的陆委会当然是反驳批评这中国是家己的骗家己。另外，说落来3月底，美国总统 Trump 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要见面啊，陆委会是强调讲会密切关注。伫咧中共2度重要政治议题两会举行的时阵，中国外长王毅搁再引述日前历史文件，讲拥护台湾的主权。陆委会批评中共想要消灭中华民国是自欺欺人。所谓的2战后的国际秩序，都是由中华民国所参与跟建立起来的哦。那么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说是毫无关系，所以我们还是会去忽略北京哦，应该要正视历史事实，并且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客观事实。因那今年的两岸关系，陆委会认为中共提出的促统促融、反独反介入，袂干那只是口号，会进行具体作为，对待工作的国家做国家有政治法律层面。不管在融合发展，在促融。在促统上，北京不会还停留在口头上的片面宣示，而没有采取实际的行动、具体做法来推进操之在己的作为。所以我相信，大概等到第15个5年规划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它融合发展怎么进一步推进。那2026的第一遍全社会3月要进行，台湾的问题一定会将最焦点。陆委会强调，咱拢有密切掌控，也正面看待美中元首的对话，控管风险，避免误判。不过外界也注意，川普第2
第任期对中國嘅態度，敢若無親像以前遐強硬，敢會影響美中台關係。I'd certainly reject the notion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under President Trump has gone soft on China. I mean, I think in the last administration you had a very vocal from the president who would, make comments about the leadership of China, about very sensitive topics in a way that would catalyze a massive reaction, but without delivering the strength. 無認同前總統拜登任內至少4遍改變戰略模糊，公開表示會協防台灣。美國國防部政治次長柯布茲講，川普政府嘅做法拄好顛倒兵，為講國家精準，而且也確保有組織對第一島鏈進行侵略行動嘅能力。記者綜合報道。國際消息來看，美國伊朗戰爭第10天，和美軍邦士的前領袖哈米尼因後生穆吉塔巴是正式要接任新的領袖。風聲這穆吉塔巴的刑事作風是比因老爸更較硬。專家也認為講，這就代表伊朗決定要繼續跟美國對抗。負責選伊朗上元領袖的專家會議，是由88個高級神職人員組成的。初九暗時，伊朗官方媒體宣布任命哈米尼的囝穆吉塔巴哈米尼，將做是伊斯蘭共和國第3任上元的領袖，而且呼籲人民支持新的領導戰。آیت الله سید مجتبی حسینی خامنه‌ای حفظه الله تعالی را بر اساس رأی قاطع نمایندگان محترم مجلس خبرگان به عنوان سومین رهبر نظام مقدس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穆吉塔巴當選了後，伊朗雖甲以色列社會彈，不過起風炸落來。即馬56歲穆吉塔巴哈米尼是一個中階的神職人員，捌和伊朗共和衛隊參與和伊拉克的兩伊戰爭。在10天前，被槍殺的哈米尼會引出，伊佇伊朗安全部隊內部有真大影響力，甲革命衛隊關係真密，而且在商業界人面真闊。在投票表決進前，雖望將來就捌起風選過，也是做政府的職位，不過。伊一直被看作是哈米尼接班的人選。خوشحالیم که الان رهبر انتخاب شده و مطمئنیم که این مسیر ادامه داره دیگه باز اقامت ایشون. خیلی خوشحال شدم چون از نظر من لایق ترین فرد برای رهبری امت شیعه ایشون بودن. 雖望這代誌真業貼，不過美國外交界佇咧過去70天，一直將穆吉塔巴哈米尼當作是幕後真有影響力嘅人物。即擺美國以色列攻擊伊朗了後，穆吉塔巴嘅影子嘛變作是迷。Trump 佇咧最近這幾天表示，美國對伊朗嘅接班人有發言權，強調若是無得到美方嘅批准，新嘅領導人任期當袂久。以色列軍方嘛警告，任何哈米尼嘅繼承人，攏會變作是攻擊嘅目標。專家指出，穆吉塔巴接班等於一切攏無改變。對美國更加是真大侮辱，同時嘛代表伊朗強硬派有關掌握權力，德黑蘭選擇繼續甲美國加以色列對抗。國際油價佇咧初8嘛起20%，已經突破一桶就要100塊的美金。公視新聞景元瓊編譯。3月初8，國際婦女節受真濟國家的女性行街路表達訴求。同年期到就青的女性面對這示威遊行的禁令，有關是行街路反對婦權。也若是烏克蘭小女性佇咧基輔的市中心遊行，要求這軍隊當中的機事都要趕緊結束。就算同年期禁止示威遊行，國際婦女節迄天，伊斯坦堡也是有數千婦女徛上街路，因訴求的標語寫看袂到的勞動者當咧反抗。當婦女被殺害時，警察是佇倒位，要來反抗父權至上加男性統治。Güvende yürüyemiyoruz ve hep birlikte yürümek bana çok güvende hissettiriyor burada. Her zaman susturuluyoruz, her zaman ikinci plana atıyoruz. 有嚴密的警力安排，集會真順利，無重大衝突。不過，當地媒體報道，有一寡人佇遊行尾被拘留。當咧戰爭的烏克蘭，婦女節迄天有數千人佇基輔市中心遊行，聲援女性的權益，呼籲當局愛好好對待女兵。烏克蘭武裝部隊內面有超過75000個女性，示威的人希望政府愛頭一個保障女性佇軍隊的平等權利。Щось роблять в армії, але їх трохи принижують і постійно недооцінюють. 智利首都聖地亞哥婦女節迄天，主要道路示威的人是客家媽媽時，對保守派的新總統卡斯特非常無信任，煩惱這年來爭取到的權利會失去，嘛為着捍衛女性的權利，包括基大、醫療保健、有尊嚴的工課，佮要求停止針對女性的暴力行為。Que sigue tapando violadores, que sigue tapando genocidas. Vamos a estar aquí en las calles.
伫希兰雅典有数千个女性伫游行当中表达因反战的诉求。这个标语写：战争是父权社会上极端的表现形式。因带囡仔上街路，唱歌摇旗啊，呼吁保障女性权利甲性别平等。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转来看咱国内，去年芒泰安溪崩山湖大水，造成19人死亡。公府乡长林清水是去互指控铁犁失职。警方是查出讲，这个林清水无实际去清查这铁犁移迁甲避难的人数，这数量拢是伊家己编的。讲完成预防性的铁犁嘛是假的，甚至这大水来前15分钟，伊还搁咧看喙齿。警方是依照过失致死定罪，甲伊纠判执行。花莲公府乡长林清水伫去年马达兰溪崩山湖做大水，防指控灾前铁犁做了无交整，造成19个人死亡，到当搁真侪人失踪。检方侦办2个多月，初到侦查终结，依照涉犯公务员废除职务造成灾害、过失致死等罪嫌起诉林清水。公诉秘书张元宝也有姓王的民政科长，对3个人求9年到10年的徒刑。被告3人身居要职却罔顾人命，饭后推诿卸责。誓词狡辩，态度恶劣。为了维护法治纪律以及社会公平正义，建请法院就林姓被告量处公务员废弃职务酿成灾害法定最重刑度有期徒刑10年。检方起诉的理由包括林清水等人知影疏散铁犁的范围扩大了后，并无开始投入风灾，颠倒是请人食道，而且伫咧少数重点的所在才有做强制铁犁，嘛无实际点人乌白变铁犁移迁，佮避难的人数。骗人已经完成铁犁，甚至伫咧灾前15分钟，林清水佮向法警讲，竟然去诊所咧斗喙齿。花莲县政府再次也重申，我们一切就在相关规定，我们都是依照灾害防救法相关的规定以及流程来办理的。那我们也同时也是尊重司法机关的调查。向公诉这个人互起诉，花莲县府表示讲尊重。若检方表示，这个案件会继续向顶悬来侦办，厘清相关权责机关是毋是嘛有疏忽、无排除的约谈花莲县长等相关的人事到案。记者综合报道。一礼拜国内汽油、柴油拢起超过1块，渔船仔的开销就搁较上重。渔民就表示讲，这大只渔船加油加一届，就要加免2万块，负担真沉重。一条油管油对船顶，大家无用替渔船仔加油，油表直直跳。船长无奈表示，因为大早日就消息讲油要大起，东港渔港涨到足侪大只船仔抢咧加油，伊摆袂入去，只好今仔日才来加。即摆油价大起，对渔民的影响确实足大的。涨本来就要来加啦吼，顶几工后要来加，啊拢大只来加，啊细只你要哪差要来加？拢大只占条的啊，有天就阮就出工啊，啊歹天就迄个困较多的。啊油价嘛是爱吸收啊。有啊。受到战争影响，国际油价大起，渔船加的柴油1公升起9到5，一粒油桶200公升就对3404块起到要3600，差要200块。若大型的船仔一摆差不多爱加100桶，就加买2万。逐位船长拢表示，安尼1个月油钱就加要120万，负担增加足大。啊，甲进前差偌济？差200块。差不200个啦，我这个差1000块的啊。嘿。差不200块。我话出去10工就差6万啊，啊出去差10工就差18万啊。我无出工无人食啊。哦，无从山顶的，讲伊无出去做工课的人有薪水人领，阮船仔无使找无人接，啊，阮就搁爱饲外落的呢。因为刷落来，唔知影油价会起到当时，渔民拢真烦恼，希望政府会当小可补助，互因损失会当减少。嘛有船长表示，渔市的价销应该起挂，才法度负担油价。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社会消息来看，云林的警方抓到一项伫咧云林嘉义活动的制毒集团，查到大量的毒品，其实头发也有原料。地检署是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起诉5个人。霹雳小组专副部长来到嘉义民雄，讲入去这间民宿当场查到张氏主嫌所组成的5人制毒集团，查扣大量毒品加大批制毒器具。制毒集团成员用观光民宿包装，伫背后做毒品加皮包，分装销售一条龙作业，无出目的。那他以挂羊头卖狗肉的方式，最后藏匿在嘉义民雄的一处民宿，作为掩护来规避警方查缉。实际上，里面是从事毒品咖啡包的原料制造、分装、贩售。
警方表示，这个制毒集团定定会换车牌，或者是车内暗藏行踪，不时会换制毒地点，买手为梅山人家厝刷到民雄民宿的时，才互专业小组发现，成功查扣毒品甲背包成品1133包，够大量制毒原料，包括俗称一粒面的消息判7公斤。本署指挥警方长期搜证后，一举将张姓嫌犯及其共犯等5人予以缉捕到案。本案业经侦查终结，以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行予以提起公诉。毒品是社会的毒瘤，云林县警察局这次的缉毒行动只是开始，我们不仅要抓药头，还要向上溯源，向下刨根。警方用现场查扣的毒品原料数量推算，至少会当搁做4万多包毒品甲背包，而且价销超过2000万。加在即时掠到，通阻止大量毒品流入市面，若无对民众的健康甲社会治安会造成严重危害。记者综合报道。宜兰大溪一带温泉社区，线路的保全涉嫌伫咧公共便所内底放手机偷翕，佮用 AI 画面做假影像，加共有25个女性受害。其中4个未成年，专案检方终结甲起诉。宜兰大溪一个有名的温泉社区传出保全偷翕案，一名细路的保全涉嫌伫社区公共便所藏手机甲偷翕的镜头，偷翕10个囡仔伫便所的画面。作案的时间超过2档。故意自备之针孔摄影机及手机等录影装置，拍摄不特定女子如厕之性影像。本案经报请宜兰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根据调查，代志发生在2023年4月9，2025年6月初，总共25个受害查囡仔，其中4个人还未成年，有被害者2年外，共偷翕257届。细路的嫌犯佮透过 AI 人工智慧、模拟佮深造技术进行面部的影像合成，造成面露较水的不实性影像。有被害人烦恼影像若是流出去，会变做色情网站的女主角。加在经过调查，这影像并无流出去。我觉得有点惊讶，惊到人啊！住户表示，平常时保全甲住户关系真好，听到安尼的消息，拢真惊吓。根据了解，这案是因为保全的查某同事发现才压出来。侦办的时，伊嘛承认伊做唔对。被告犯罪事证明确，好，那也有经过被害人这个表示要追究，提出告诉，所以说这一件就侦查侦结之后，认为说要提起公诉。检方伫个起诉书批评细路的新为社区的保全应该负担维护治安的责任，却颠倒利用伊的职务来做偷来暗去的代志，将别人伫便所隐秘的行为当作满足伊家己性需求的工具，犯罪动机真恶质。专案依照违反离校性剥削防治条例等罪嫌起诉。记者综合报道。火锅品牌阮东红洗出负责人牵涉甲下个月诈骗集团合作，甲斗洗钱，犯罪金流是超过5200万。检方起诉18人，并且法院甲这个负责人判10年的徒刑。你今天有拿搜索票过来？这现在负责的是谁？检方入到这间办公室，查扣相关证物，佮带走蔡姓主嫌等20人。知名连锁火锅品牌阮东红蔡姓负责人牵涉诈骗洗钱案，检警查出伊涉嫌用公司口座收诈骗汇款，替诈骗集团洗钱。蔡显以1/1000的佣金游说其他负责人提供公司账户，用以美化金流，并制作假合约开立不实发票，诱骗银行放行大额金流及企业贷款。看监视器画面，蔡姓主嫌临柜领钱的过程虽然看起来无啥物各样，不过实际上领的拢是贼仔钱。警方表示，该集团用假检警加假投资的方式拐被害人，不法所得超过5亿。蔡姓主嫌所经手的14间公司，共88个人头口座，金额着5200多万，正做洗钱产业链。若规个集团总共诈骗16个被害人。经统计，共有14家公司在蔡显掌控之下，涉诈洗钱金融账户高达88个，诈骗金流超过5亿新台币。检警伫去年11月到今年1月发动2波搜索，逮捕蔡姓主嫌，有相关人头公司负责人甲员工拢总25人，佮发现其中3个人有得联邦的背景。台北检方查到以诈欺、洗钱、佮组织犯罪条例等罪，将蔡姓主嫌等18人起诉，佮建请法院对蔡姓主嫌处10年的刑期。若蔡姓主嫌目前是还在羁押。记者综合报道。
中华渔水北上岭登山步道，初八下晡是有民众发现有人跋落40公尺深的山坎，警消赶去救人，不过人是已经无气啊。详细的事故原因要搁调查。快点来，快！消防人员伫树仔顶白沙啊，准备落去40公尺深的山坎救人。初八下晡，有民众伫中华丽水乡前八坑登山步道，发现有一个人摕伫边仔的山坎，赶紧报警。由南投甲中华消防局出动13位消防人员去现场救援。二水分队立即出动2车5人，到达现场与龙头县消防局人员会合。于步道上架设绳索系统。于落差40公尺之边坡，将患者抢救打包救出。消防人员落去山坎救人，发现人已经无喘气。初步调查，这位疑似跋落去山坎的民众是一位51年厝姓黄的查甫人。家属第3月初7有报案讲人失踪，是安怎会伫山坎死亡，也阁需要调查。现场经消防人员救起后，坠落民众已无生命迹象，后续将报请彰化地检署检察官相验。以厘清死因。这条生态步道全长大约2公里，是中华丽水通去南投滨江寿天宫的登山步道，有不少民众会来这爬山。警消队提醒民众，若是去山区运动，上好招伴做伙行，行步道嘛爱注意脚步安全，避免发生受伤的意外。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真侪人去日本游览，拢会早破抢回来。不过爱提醒咱的观众朋友，无全熟的卵、鸡肉、2白烟钱，用鸡皮看锁的细手啊，抑阁有肉的产品等等，这拢是禁止早回来咱台湾的。若是违规，上当是会食100万的罚单。不过，若是真正唔知影讲这物件到底敢会当查，是会当利用防检署的来拍关键字落去查。入境进前，嘛会当去动食物检疫的柜台来问。只要主动申报、配合消费，都要吃罚单。一透早就侪侪旅客拖行李箱来到松山机场，准备出国。其中有部分旅客是计划去日本佚佗，佮打算要买日本的欧米亚给回来台湾送亲戚朋友。一般就是什么薯条、3兄弟啊、巧克力啊。吃的啊，再来就是药啊、药妆啊、美妆啊。就是海鲜的话，不含那个内脏的话，熟食，然后不含内脏，其实是可以带回来的。因为2026世界野球经典赛 WBC 有不少人调工去日本，甲台湾队加油。农业部防检署提醒，国人到日本旅游上爱买的四手仔甲盘手中加工零制品，比如讲甜脆卵、鸡卵糕卷、起饼、泡面等等，通常是会当安心载回来，唔免检疫。不过，若是半熟卵，迄种无全熟的卵、鸡肉条、果子、鸡皮点心，也是有肉的三多味曲等等，通常是禁止载入境的。煮熟的定义啊，它必须是它的蛋黄完全凝固，所以像溏心蛋这个蛋黄又还没有凝固，或者是像皮蛋，那些是蛋黄也是没有完全凝固，这个都是不可以的。防检署强调，违规载动物产品入境会用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处1万到100万罚款。若是旅客对盘手有任何疑虑，会当去动食物防疫柜台问，只要主动申报，配合消费处理，就袂受罚。或者是利用防疫曙光访单拍关键字入去，比如讲肉干、精子等等，系统就会自动恢复去项物件，敢会当载入境。记者综合报道。花莲李溪潭伫咧过年的连假期间，有天狗船冰船造成一个9岁查甫囡仔渡水死亡。花莲县府甲相关单位就开会要讨论这管理的责任，不过目前并无共识。附近的水上活动全部暂停，这就造成店家不满，生意受到影响。李溪潭冰船事件，相关的法规甲管理权一概厘清，所以总管处要求水上各种卡达船也个动力载客小船。拢爱暂停营业，结果餐饮业也受影响。李潭业者还有我们商圈的餐厅业，如果游客不来的话，整个观光就受影响了。为了要分清楚管理权责，花莲国家风景管理处3月初5邀集交通部航港局、花莲县政府一个业者做伙讨论解决的办法。总管处认为，虽然场所是总管处管理。不过，这些游客活动管理权依法是地方政府负责。有关这个小船的营业许可的部分，那就是在我们的地方政府的权限范围内的。所以我们是希望能够，他们能够取得这个营业许可以后，再来看看要怎么样来恢复营运。
不过花莲县政府观光处认为，县府进行虽然有定无具全型的普具管理加检查标准作业程序，不过并无法律违规。监管处突然间下禁令，违反信赖保护原则。我们是认为，这整个水域的管理者就是中管处政府的这个信赖保护原则哈。那业者也已经经营了这几十年的时间，所以我认为这个中管处在发布这样的一个办法之前，应该给予业者有更大的这个空间。因为中央甲地方的意见无共识，业者希望伫中央甲地方也无协调出办法之前，先会当核发临时营运许可证，互大家会当做生理。对此，总管处催稿也搁再发声明讲，交通部伫99年1月初8就决议，小船的经营受各地方政府以自治法规来规范管理，希望花莲县政府赶紧定出自治法规，互业者合法经营。记者综合报道。政府禁用中国的小红书，到早是已经4个月啊。行政院统计，逐个月平均诈骗减少73%，财损也减少51%。学者就建议讲，未来若是要改进，有关是爱有小红书来配合阻挡诈骗。不过内政部联络小红书的公司，有关无回应。内政部去年12月宣布，中国社群平台小红书治安检测无合格，根据早期防治条例暂停小红书一档。根据打诈中心的统计，对民国114年1月到11月，诈骗件数是756件，财损是1亿1000多万，平均一个月诈骗有68件，一个月平均的财损是1000多万。不过禁止小红书了后，对12月到2月期间，诈骗案件是55件，财损是1500多万，一个月诈骗案件是18件，诈骗金额505万，月平均减73%，财损也减少51%。学者也认为禁止发挥作用，支持政府的做法。那正因为防止这样的成效是很明显的，所以我们才会关注说，如果把这个东西现在就把它抽掉，那对人民的保护是不是一种真空？所以真正的问题点还是出在，如果小红书它有好好的落实落地管理。行政院打击早期中心禁止小红书到短3个月，因为小红书受骗案件明显下降。学者也认为，若是平台业者看重台湾市场，是不是希望开放，也是爱看小红书的态度，够愿意配合台湾的法律。我们也要就是鼓励小红书，它要勇于承担它的责任，因为毕竟它不能够享受到流量的好处，可是对于台湾的那些使用者被诈骗的情况，它却袖手不管。目前，行政院也继续发函小红书伫咧上海的经营者，提出防止诈骗的改善方案。第一是要求小红书要向台湾提出完整的技术管理改善计划；第二是积极改善诈骗广告泛滥的情形。不过，小红书公司拢唔捌做出回应。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为着加强驾驶经过路口要确实停落来看路况、让过路人，3月底开始，考汽车驾照变严格。无好一个路口都爱停落来，让过路人起驾进前都爱探头检查视角。也若是大型的车是爱做这较人的动作，爱用手比；若是无，就会扣32分，直接停考。照教练的指示，真专心的赛车。透早就有考驾照的民众去教训班电车。为3月底开始，汽车考驾照新制度实施。离合回调线若无停无让，无回头检查视野的视角，直接扣32分。其实是蛮重的，因为我们的及格分是70分，这个是我可以在练习中养成习惯的。公路局修正驾驶人考场评分的标准，为了强化停让过路人的概念，增加人行回调线考核的项目。若拄到回调线无减速、无停让，还佫有起步进前无先滑头检查视野的视角，大型车若无比手势确认，一律扣32分，等于是直接无及格，爱佫停考。整体来说，还是缺少那一些执行上的细节，比如说到底摆头确认应该要摆到哪里。就国外的考试规则来讲，其实摆头是要摆到后窗。目前已经修正相关的评分标准跟成绩记录表，共会影响小型车24.3万人，大型车1.6万人教训班的教练肯定公路局甲安全意识纳入考驾照评分的项目，不过这评方式也无够清楚，建议甲相关的细节写做指引，让大家会当看，嘛减少争议。记者综合报道。新北一个少年和同校的学生挂颔棍死亡的案件判刑已经确定，不过家属无法度接受。
因是质疑这少年事件玻璃处理法是咧保护加害人。今仔日就可能为立委提出少事法的修法草案，要求这重大的暴力犯罪判刑都要10年以上，袂当加刑。新北校园挂暗棍仔案件震惊社会，案件最近判刑确定，加害人判12年。依照现行的少事法规定，服刑1/3就一当假释。被害人家属质疑少事法保护加害人无法度接受。国民党立委洪明凯林派上顶人，催告提出完成连锁的少事法修法草案，要求建立重大暴力案件假释分级制度，若是判10年以上，不应假释。欢迎所有关心这样的案件的委员同仁都能够一起提出相关的修法，我们共同的来弥补。刑法上面也有假释的规定，我们也会一并的提出相关修法。立委也希望行政部门提出修法版本，做回百姓，回应追求公平正义的民意。法案都可以讨论，那我们也倾听民意，那也希望呢，在立法院有一个好的理性的讨论的过程。那任何的法案，我们都会予以的这个尊重。对国民党立委提案修法，民进党立委表示尊重，因为挂暗棍仔案件被害人家属，搁再批评少事法无合理，要求赶紧修法。应该这么讲好了，那种判决我真的没办法接受了。他们这样子判有点轻吧？还是说他有教化？我觉得我不相信他有教化。关心挂暗棍仔案件的民间团体，10时会发动街头活动，表达对少事法修法的重视。被害人的老爸讲，伊也会参加记者会议，表达希望修法的心声。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的副市长李树川今下晡时主持任内上尾一届写岛都市计划简报。自救会成员透早就夜排去台北市长蒋万安的官舍楼骹交陈情书，呼吁就停止开会，重新计划。请您来到楼下接受社子岛自救会的陈情书。写岛自救会成员透早夜排来到台北市长蒋万安官舍的楼骹，爱蒋万安来接陈情书，呼吁停开下晡的都委会，重新拟定写岛新的都市计划草案。为你违背了你的选举承诺，你4年前来接我们的陈情书的时候，您说您会亲自走入邻里，但是4年来零沟通。您说您会用最大同理心来保留我们的聚落，但是很遗憾的，你只听了土开，只听了地政局的话，将我们甚至导致那个全区区段征收。蒋万安伫晚9点的时阵坐公务车离开，李华平强调，想要提交市长的1156份意见单，是自救会伫无甲1个月来就收到的反对意见，反对户数已经超过写岛门牌数的1/4，人数嘛超过写岛选举人数的1/10，呼吁蒋万安爱认真看待民意。那下午最主要是安排一个报告案，让所有的委员先行了解哪一些又要化成这个再发展区，那形成共识以后再进行审查。所以我想，今天他们的抗议也许不了解，我们今天最主要还是要解决他们所提出来的问题。李树川下晡会主持任内最后一届都市计划委员会，进行写岛地区细部计划案的简报。伊嘛背回家己是都委会主持人，捌一届表示希望甲自救会见面，毋过自救会敢若愿意甲市长见面，甲伊拒绝。记者综合报道。嘉义梅山除了真水的梅花，茶、竹笋甲梅仔拢是在地农特产。当地受少年茶农用较早的在地料理做主题，配合音乐甲茶，举办文化体验活动，推广梅山。配合舞台顶放的音乐，边仔的豆子，认真的处理等一下要出的菜。嘉义县的梅山乡有种茶、青农，用在地食材配合音乐甲茶，透过文化创意的体验方式，互人来认捌梅山乡。主题是梅山一道啦，吼，这就是要来回忆咱较早较早的文化吼。透过食物设计的方式，再加上一些声音的搭配，我觉得整体的体验，其实蛮新奇的，而且它就是以茶为主去出发的一个主题。主办单位表示，梅山乡靠外山区，大部分对梅山的印象，较侪是观光的主题。伊利用在地食材，为较早的食食文化开始，透过食物件、听导览的体验设计，
要替梅山乡带来更较深的介绍。主要就是让过去的我们的历史的价值、有价值的故事呢被记得之外呢，也带给我们现在跟未来更多的希望。因为我是为外县市来到这个所在，然后来到嘉义啊，我就感觉嘉义梅山就特别的。乡公所表示，梅山乡以传统农业为主，并对人口老化外劳的问题，对产业带来真大的影响。少年人回来用创意来推广家己的故乡，毋但伫地方带来新的想法，也替庄脚所在找出新的发展机会。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台南市2019年开始，伫咧这传统菜市啊，放专用的冰箱，或者番仔会当甲种花种了伤过济，抑阁会当食的食材来并入去，互社福团体甲社区据点摕来运用。毋过，算是因为欠管理，冰箱是定甲乱七八糟，有的甚至是已经撤走啊。民代是要求相关单位都要改善。前几天，台南市府推出爱心小食平台，甲真侪店家合作，甲进货伤济、量上还阁会当食的食材，捐予社福团体来运用。伫咧上济时阵，全台南市的市场拢总17页，毋过才过无几冬，有的所在爱心小食的平台冰箱煞已经退掉。要拿1,000、2,000块，还是要贴电钱哦？对阮哦，无好啦。因为无人啊，你也要管这个，都要请人，有诶无诶，都要写有诶无诶，人较无来啦。其实平台的那个冰箱跟那个秤子的那个台，对，那个平台那个全部都撤走了。是在推广行销的部分，以及在建制这事情有没有跟市场处好好沟通，包含电费、包含人力的部分，还有包含管理的部分，在开始建制的时候是否有先做好这样子的规划？小食平台原底伫咧全台南有17页，不过最近这几年煞降到剩10页尔。民意代表讲，迄时建设的时阵，电费的开销是市场自治会家己吸收的，不过无考虑到专职人员管理，热情就消去啊。不过社会局强调，去年开始启动全新的管理机制，今年2月定补助计划，内容包括冰箱的维护经费、补助市场自治会，还有管理委员会聘请人员来协助管理小食平台。那计划内容包含了冰箱的一些维护所需要的经费，包含电费还有维运费，那也可以补助市场自治会还有管委会去聘请人力来协助办理。除了甲公有市场的小食平台改善以外，台南市府2023年嘛推出小食平台2.0，改作是社工甲店家来合作，甲青的食材，还阁有已经熟的食物捐予社福机构。目前有7个社福单位加入，互爱心的资源会当发挥效果。记者综合报道。2026全英羽毛球公开赛，咱台湾的选手林俊逸拼入决赛。对阵印度是连赢2盘，摕到咱头一座全英单打冠军。另外，双人的组合叶鹏伟、詹佑珍嘛拍败法国，摕到金牌。自信今日比赛场，台湾羽毛球选手林俊逸要伫全英公开赛拼对手头一座冠军。比赛一个开始，林俊逸拼势攻击，面对世界第12的印度名将申恩，目前世界第11的林俊逸展现威力，连续杀球顺利提分。比赛中途摕到14比9的领先了后，林俊逸就稳定保持7球零外甲对手吊球，吊前吊后，互申恩走甲忝，了后也顺利以20比15抢到头一局。第2局双方有比拼，比分是加正悬。林俊逸头前有小可输挂，休困一个了后，搁再甲对手吊球，而且找机会就来杀球，落尾成功抢到冠军点。林俊逸欢喜甲倒涂骹花休，庆祝这座将有意义的对手头一座全英男单冠军，也搁较欢喜甲球衫甲球杯拢等互观众做礼物，摕到生涯头一座超级1000比赛顶级的冠军。林俊逸这礼拜世界排名也会大进步。混合双打决赛，卫冕顶头的台湾组合叶鹏伟甲詹佑珍，甲法国组合大车拼。面对实力真坚强的对手，比赛开始有小可输挂，不过台湾组合并无放弃，一路六安安，连摕4分，甲比数6互平。台湾组合伫战术时真有气势，头一局是以21比19摕到，第2局双方有攻有守，叶鹏伟伫后场强力支援，甲詹佑珍伫头前快速锋芒，成功压制对手，落尾21比18摕到冠军点。
这是台湾羽毛球史上伫全英公开赛摕到的头一座混合双打冠军。全英赛有126档的历史，互人号做是小世界杯。过去台湾敢若戴资颖捌伫女子单打摕到冠军，这回咱摕到男单甲混合双打2座冠军，展现新世代球员的实力。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译。今年1月2日，后面是环保法规新就路，要求所有的后面市场的包装到2030年的时阵，所有的材料拢是会当回收的。比利时有一间新创公司，因是利用果甲茶壶来做一款会向分解的包装材料，这是领先全欧洲的新做法。做伙来看。根据欧盟数据，2021年每一位欧盟成员国公民一年制造将近190公斤的包装份数，到2025年数字更加增加到209公斤，等于是每年以将近5公斤的速度增加。包装废弃物对地球带来污染正逐渐的扩大。比利时一间新创公司过去10年来一直伫收集在地上架的咖啡粉，用来种用食的菇类。将伊家这份绿色的经济力量进一步来发挥，利用真菌的菌丝体做出会使生物分解的包装材料，应用来做沙文鸭也用的是红酒、手表啊，甚至是珠宝的包装。Donc ces mycomatériaux, comme on les appelle, c'est un aspect un peu dufteux, c'est assez doux et c'est ultra léger. C'est un aspect très organique, comme dans la nature, l'un ne va pas ressembler à l'autre, il y a parfois des petites colorations qui sont naturelles et qui sont normales. C'est un aspect assez esthétique et original. 菌丝体是真菌的营养器官，先甲伊摕来甲外地的茶沙巴只有机的材料来淋斗阵，佮放伫模具内底。了菌丝体按照要求形状成长，成做亲像豆腐物质的物体，了打扫脱模就完成了。毋但会使代替普利龙的材料，也佮有聚苯乙烯这污染性物质，而且也会使完全分解，也会使甲家己的养分献互大自然。Donc au bout d'environ 10 jours, il aura poussé pendant 5 jours et puis il y a encore 5 jours de séchage. On obtient ce packaging. Ici c'est pour y mettre des savons. Et il est tout à fait biodégradable. En 30 jours, on peut le composter. Il se dégrade dans la nature et va même renourrir le sol parce qu'il a encore plein de bons nutriments grâce aux champignons. 原本只是小量供应予高级饭店，只有这间新创公司充满信心，甚至开设新的工厂，设法要拍入竞争激烈的包装市场。伊拥有地契主要是来自欧盟的200万欧元的资助，也有地方政府支持。另外，伊也对瑞士的一间私募基金得到100万欧元的资金挹注。为着永续经营，这间新创企业至少爱伫2年到5年来赚钱，并且伫3年内达到300万欧元的营业额，也因此必须去扩大甲酒庄甲消费性品牌的这个合作。25年前，有美国学者头一摆提出生物经济这个名词，因讲人类伫资讯经济了后，会全面迈向生物经济时代。想象一个未来世界，这个蘑菇、香菇可能毋那是新好食的物件，无你卡将会是永续生物经济背后的推动力，互人类会使甲千年不坏的普利龙改去掉，改变使用储集伫地球，使用完了后也再幸福地球的永续材料。公视新闻王如梅编译。下半部的天气变化，来看各县市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5度到19度，中部地区17度到24度，南部地区20度到27度。东部地区16度到24度，外岛地区11度到20度。做伙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您收看今日的下晡新闻，我是苏眉，咱明仔载下晡3点再相会。